大家好，我係舒克，今日食老字號佩記小食店。要個牛腩伊麵，再要個雲吞麵，個淨雲吞，油菜，再整個正大腸。幾多啊？都有大正豬大腸處理乾淨，屬於爽口嘅類型，好難得食到咁入味嘅豬大腸，同腩汁混合翻一齊，簡直正到不得了。啲味好濃啊！牛腩同樣入味，可以食得出燜嘅時間呢都有咁上下嘅，牙口唔好嘅朋友呢都可以食到。牛腩都好食。伊麵嘅口感屬於偏鬆軟，咁對於一啲追求飽滿口感嘅嚟講呢係十分之推薦。哇！呢個湯底好鮮美，所以大家記得飲啖湯係對店家嘅尊敬，佢哋付出時間嘅認可。這是淨肉來了，可以啊！你要豬腸還是牛腩還是肉片？有淨這個豬腸，這個豬腸。雲吞呢就相對差緊少少啦，唔係緊實嘅口感，不過不失啦。認為辣椒油呢係絕對俾人低估嘅，大家記得搭配豬大腸嚟食，一定要試下。豉香味。最後作為一個地道嘅老街坊小食店啦，咁佢哋憑住一個窗口，一雙手堅持住，滿足大家嘅口腹之欲，咁點都要打個卡支持下嘅。好啦，我係舒克，我哋下期再探討之後，拜拜。